電器電子產品回收處理管理條例》，明確規定不得進口屬於國家禁止進口嘅廢電器電子產品。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第一，過去3年，本港廢電器電子產品嘅產生量、棄置量及循環再造量為何？當中循環再造後出口至內地及其他主要地區嘅產品數量為何？及涉及哪些產品同埋原料？第二，有否評估國家落實上述條例會否減少本港廢電器電子產品循環再造嘅出路，以及增加該等產品被棄置於堆填區嘅數量？若果評估嘅結果為會，具體嘅詳情為何？以及有何應對嘅方案？及第三，鑑於當局完成廢電器電子產品生產者責任制嘅公眾諮詢已經超過咗半年啦，當局何時會正式進行立法，以及提交有關嘅規例與立法會審議，以便從源頭減少產生廢電器電子產品？多謝主席。環境局局長。早晨，主席，多謝陳克勤議員嘅問題。香港係一個消費型嘅社會，我哋每年所產生嘅廢電器電子產品嘅數量咧，其實係唔少嘅。而且呢啲產品咧係仍然可以有用同埋有經濟價值嘅。而其中咧，佢哋好多時電子電器嘅產品嘅回收嘅價值咧，比起其他可以循環再造嘅物件咧，係相對為高嘅。處理過程之中咧，亦都係能夠製造一啲嘅商機。環境局喺去年咧已經就實施強制性嘅生產者責任制計劃，以妥善管理廢電器電子產品咧係進行咗諮詢，並且係積極咧係籌劃將呢個廢電器電子產品係納入生產者責任制計劃之內。計劃嘅其中一個主要嘅目標咧，就係希望喺本地去處理呢啲廢電器電子產品，改變目前咧係依賴出口嘅情況。就住陳議員嘅問題嘅3部分咧，我係作以下嘅回覆。第一部分咧係由2007至2009年咧，本